主后2024年11月19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梦境蕴含上主启示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，但以理书第2章第1到49节。尼布甲尼撒继位第2年，伊梦到一个梦，这个梦互伊心真烦，困袂去。王就下令调集术士、行法术的、行邪术的，甲星象家来，爱因将王的梦甲伊讲，因拢来徛伫王的面前。王甲因讲：我梦到一个梦，心真烦，爱要知这个梦是甚物意思。遐个星象家用阿兰语对王讲：皇上万岁，请将迄个梦甲你遮个仆人讲，互阮通解说迄个梦的意思。王甲因讲：我已经决定，爱恁将我的梦甲我讲。恁若无将我的梦甲我讲，搁解说互我听，我就要斩断恁的骹手，恁的厝嘛会变做粪扫堆。毋过，恁若甲我讲迄个梦甲梦的意思，恁就有想，会得到礼物，搁得到极大的荣誉。现在就将迄个梦甲我讲，搁甲我解说。因搁一遍甲王讲，请皇上将你的梦甲你的仆人讲，阮就会甲王解说。王就讲：我早就知恁咧拖时间，因为恁知我讲话到，做话到。恁若无要甲我讲即个梦，我会甲恁判刑，因为恁强无要骗我，听候时势改变。等恁着将即个梦甲我讲，我就知恁真正会晓解说即个梦。遐个星象家搁对王讲：世间无人会当将王爱知的事讲出来，还毋捌有君王、大臣、统治者要求术士、行法术的星象家做即款代志。皇上问的问题实在真困难，除了神明以外，无人会当回答皇上的问题。因为安尼，王非常生气，下令要杀死巴比伦所有智慧的人。这个命令一个发出，人就去找但以理甲伊的同伴，嘛要甲因杀死。王的侍卫长阿略出去要杀巴比伦有智慧的人的时，但以理用婉转智慧的话，对王的侍卫长阿略讲：王是安怎发出遐尼紧急的命令？阿略就将代志的经过甲但以理讲。但以理就入去见王，请求王延长期限，通互伊甲王解说梦的意思。但以理倒去伊的厝，将即个代志甲伊的同伴哈拿尼亚、米沙利甲阿撒利亚讲。因祈祷，求天顶的上帝怜悯，将即个梦的奥秘指明，互因毋免甲巴比伦有智慧的人做伙受害。迄暗，上帝就伫异象中将迄个梦的意思甲但以理启示。但以理就上赞天顶的上帝，讲：愿上帝的名得到称赞，世世代代无穷尽，伊专治专能。
伊改变时间，变换季节，伊废除王，选立王，伊互智慧诶人有智慧，互聪明诶人有知识。伊启示奥秘隐密诶事，伊知暗中诶一切，光甲伊同在。我诶列祖诶上帝啊，我感谢你，称赞你，因为你赐我智慧甲才能。阮求问你诶，你已经启示我，将王爱要知诶指示阮。但你就去见王派去要杀全国有智慧诶人诶压力，对伊讲：求你毋通杀死全国所有智慧诶人。请你甲我引荐去见王，我会当甲伊解梦。阿略随时带但以理去见王。阿略对王讲：我伫狩猎诶犹太人中间找到一个人，伊会当甲王解梦。王对叫做伯提沙撒诶但以理讲：你真正会当将我诶梦甲我讲，搁解说互我知哦。但以理应王讲：王所爱知迄个奥秘诶事，有智慧诶，惊法术诶，术士、占卜诶，无一个会当甲王解说。只有天顶迄位上帝，才会当将迄个秘密启示出来。伊已经将未来得要发生诶事，甲皇上指示啦。你梦到诶，甲伫思考诶异象是安尼。皇上，你伫眠床伫想有关将来诶事，迄位启示奥秘诶主，已经将未来要发生诶事，通过即个梦，甲你指示啦。不过，我会当明白即个奥秘诶启示，毋是因为我比所有诶人较有智慧，是上帝要互王知影即个梦诶意思，互你知你心内伫想甚物。皇上，你伫梦中有看到一座非常大仙诶像，即座像真悬，阁非常灿烂显目，徛伫你诶面前，形状非常可怕。伊诶头壳是纯金诶，胸坎甲手是银诶，腹肚甲腰是铜诶，大腿是铁诶，下面下骹是铁甲土蓝诶。你伫看诶时，忽然有一块毋是人诶手拍诶石头，拍着迄座大像铁甲土蓝伫做下骹，甲骹拍碎。即个大像铁甲土铜银金大部分煞拢做一个喙糊糊，喙甲亲像热天诶五谷场会粗糠，互风吹散，连一丝仔都找无。迄块拍着大象诶石头变做一座山，大甲甲全地嵌起来。以上是王做诶梦，呾我要将即个梦诶意思甲王说明。皇上，你是列国中上伟大诶王，天顶诶上帝已经将国家、权柄、威力、尊荣拢赐予你，嘛将住伫逐所在诶人、野地诶走兽、空中诶飞鸟，拢交予你管理。你就是迄个金诶头壳。你以后会有一个比你较弱诶国家兴起，然后有第三个亲像铜诶国家要掌管天下。后来会有第四个国家，伊会亲像铁遐尼重、遐尼强，铁会将逐项物件拍碎。迄个国嘛会亲像安尼，
甲所有诶国家拍倒。拄拄照你看到诶，用铁甲烧毁师傅诶图，南做伙做诶骹甲骹砖头仔，是指一个未分裂诶国家。毋过，伊还是有亲像铁诶气力。遐用铁甲土南做伙做诶骹砖头仔，表示即个国家一部分强，一部分弱。拄拄照你看到诶，伊是铁甲土南做伙诶，是指即个国家诶人为甲别个种族通婚生囝，毋过因袂团结，亲像铁甲土袂当结合做一个。遐个王在位诶时，天顶诶上帝为建立一个永远袂灭亡诶国。即个国诶主权袂互列国抢去，颠倒会拍倒毁灭所有诶国家，伊要永远徛在。照你看到诶，迄粒对山顶高落来，毋是人诶手拍诶石头，将铁、铜、土、银、金拢拍碎。即大诶上帝互皇上做即个梦，就是要互你知将来要发生诶代志。你诶梦是真诶，梦诶果实是确实诶。尼布甲尼撒王就趴伫涂骹拜但以理，阁命令人送礼物甲香料互伊。王对但以理讲：恁诶上帝真正是万神诶神，万主诶主，是奥秘诶启示者。伊互你会晓将即个奥秘果实互我知。王就高升但以理，赐伊真侪上等诶礼物，派伊管理巴比伦全省，阁设立伊管理全国有智慧诶人。王就接受但以理诶请求，派沙得拉、米沙、阿别尼哥管理巴比伦省诶事务。毋过，但以理留伫王宫侍奉王。梦境蕴含上主启示。会记得读小学咧上作文课诶时，有一道作文题目是我将来诶梦想。有人想要做医生、律师，甚至胡思乱想，想要做蒋总统。但是，缀着年纪愈来愈大，却发现梦想并无简单，毋但遥不可及，还会因为生活诶重担消磨对梦想诶坚持甲热情。慢慢，咱无搁再怀抱梦想，甚至毋敢做梦，失去想象力。总是圣经内面时常出现有关梦境诶故事，不论是雅各梦见天梯，还是约瑟梦见日月星向伊跪拜，这梦境拢相当趣味。包括今仔日但以理诶叙述，梦中诶场景同款充满着想象，只是咱毋捌迄是甚物意思。想象力会当互人突破僵化诶思维，当信仰也是观念停滞不前，想象力帮助咱会当体识飞悬，无受局限点强硬冰冷诶宗教内面，反倒是活泼享受稳定诶滋味。因为安尼，梦境绝对毋是偏执诶浪漫神话，也是幻想，也毋是互人透过梦境有知能力，搁较毋是一种无切实际诶白日梦。国伦神父伊诶著作《梦甲灵修》这本册有表明，梦境是甲上主连结对话诶管道。伊认为，梦是被遗忘诶上主话语，毋单单揭露
身心灵状况，也互咱迈向转变的契机。梦是记忆、经验、潜意识甲内心真实面的投射。梦通帮助咱自我察觉，透过梦境来经历上主，毋是迷信伫怪力乱神的解梦。梦境会伫做梦的所在也着梦，毋是期盼。梦境蕴含上主启示，表示梦境是咱深刻经历上主的所在。每一个人拢会做梦，有的梦真美好，互人无想要醒起来；有的梦互人亲像在坐尖毯，伫半暝去互惊起来；有的梦雾雾袂清，互人充满疑惑。咱毋是解梦的专家，不过梦境反映现实生活，代表咱需要去探索。就亲像但以理寻求上主启示，上主借着梦境甲咱提醒和指引，互人有勇气、气力和智慧。虽然可能无法度理解梦境的全部意涵，但是检采是一种新的看见。美国牧师马丁路德金恩有一篇真出名的讲道，我有一个梦 ，I have a dream， 鼓励人虽然遭遇困难、打击和挫折，却毋通放弃。梦想有一日，上主的公义临到这个世界。伫困境中，上主用梦的方式显现，对咱讲话，扶持咱通得伫艰难处境中勇敢群底上主进入光明。上主的梦，互人找回梦想，也拍破人伫咧空谈春秋大梦。上主的梦，互人会当用想象叙说伊的同在，也互人有信心面对困难。默想，我捌做过甚物款印象深刻的梦，也是捌怀抱过甚物款的梦想。伫迄中间，我有体会到上主话语的奥妙无？我捌做过甚物款印象深刻的梦，也是捌怀抱过甚物款的梦想。伫迄中间，我有体会到上主话语的奥妙无？做伙来祈祷，互人有梦想的上主，愿你帮助我伫梦境甲你相遇，互我有想象力，会当突破僵化的思维，借着梦境的想象，叙说你的作为甲恩典，互我得以伫现实生活中经历你的同在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